对桃园龙潭往三门水库路方有几多个反应传堂，係幾有名嘅反應街。不過地杯才有一間店嘅專門賣嫩肉，因這無落水、無加添香料，有幾好食。廿多年來呢，太明路方幾有名哦。許多去天馬嘅人，咪係一沙傳一沙，一定受歡迎嘅。32世紀煙道師傅廖文強，16年前並喺喺台北嘅頭路，回到家鄉重新出發。因正用了個食材，又到呢有幾多年嘅西點數年，累積的許多嘅老主顧。伊從細堂裡有書順哦，讀書嘅過程佢唔順遂，故所以也希望家人自家嘅創業，帶本遇到困境嘅人勇氣同力量。我们奶酪有7种口味哦，然后会想要这种口味吗？那我们有，对，都有。我们就是风味。前南南嘅夜群體人客，小記嘅身體，看起來研究有油料嘅強健社會了文強，啲涼太一條生傳統同有名嘅路方，竟然賣手工甜點同前年度，廿多年來啲菜體有嘅名聲。像嘅一種人客其實有向有食材嘅前年度，連接上其斯朗茶運通嘅人都係行路主顧。它的奶酪呢，味道特別的好，質非常的 Q 啊，哈，非常的 Q 啊，不會水水的，而且呢，這個口味呢，那個可以吃到原味的話，就是鮮奶的這個原味啊。當初我要販賣這奶酪的價錢，他們其實還蠻不能接受的，因為覺得說這麼貴的東西，怎麼可能會有人買？對，那當我告訴他說，只要你的品質酷好，對，我相信，喜歡來買的人還是會來買啦。當漸漸越來越多客人來買奶酪的時候，對他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的感覺。店鋪無年客，就我家家來做前年多，選好前年的比例，假日前年有，建築建路，第五就係年年有，也唔是10分鐘就做為好嘅甜點好滋味，唔是半絲水同香料，看起來一簡單，地圖上有廖文強嘅神種故事。地做下貼片轉型嘅記。其實從細有偏呢個就睇唔到嘅，圖書館下適應者佢唔會同人交配，講話又看唔脱溜，都冇實行。以前有那種怪怪的腔調，其實很多人都會學我那種怪怪的腔調啦，對，就是正是嘲笑我的那種特殊的腔調，很奇怪。對，正是我決定封閉自己，不開口說話，對。那正是有人可能就是覺得說我是不是有一些什麼自閉症啊，還是怎麼樣之類的，對，就覺得很自卑啦。尤其是他以前也是啊，一放學回來就在後面，不會去客人來，他就藏起來啊，或者是當兵回來一樣啊，他不會在外面跟人家哈啦什麼，妹妹姐姐會，他就比較內向。高中出面所設計嘅廖文強，做阿邊個家客接上去，用用做阿邊個嘅朋友不下，現做麵包，天天呢做出來興口，吞過後將手留到台北好食嘅，對小朋友嘅處處意思，有時節含水拖點度，每啲人清出設計方向。一天的話，可能要做超過10個小時以上。正是可能，如果說有遇到一些特別的節日，比如說母親節啊，或者父親節之類的話，那可能常常會加班，正是在公司裡面睡覺之類的。對，那正是比如說洗一些烘焙的什麼蛋糕的一些蛋糕模，對，那可能洗大概
300-400个那个蛋糕模吧，其实是还蛮辛苦的一件事情。姜汁豆花一个，糖水豆花一个。6年前，廖文强做些传统结束营业，不抗人们鼓励佢转故乡创业。考虑到创业本钱，同乡嘅老人做目标用嘅，佢先愛來做前年度，開發出靠企業抹茶也條目標用嘅巧米，認真嘅態度，感通嘅一道言客，也出甜點嘅名聲，每啲名路傳開來。天培基非常的努力啊，非常不畏艰难啊，他就是这种对事情那种执着，这样子很努力，是年轻人，我觉得是很可贵的。大家客人会讲说，很好吃，起码我们做父母在旁边尝到没，很安慰啊，他自己有自信创业出来一个产品出来，大家年轻人都很捧场。佢拜創業，廖文強呢度喺省所費報數行銷做親戚家族，其中3個月模上票呢，出係天天戚家，ไม่希望鼓勵行客多年。我覺得希望能夠借由我的例子，可以告訴大家，其實產缺不要因為自己的產缺而產生心理上的一些缺陷。那如果說能夠勇敢地跨出那一步的話，你的人生就會變得不一樣，你就會變得開心，變得快樂。詳細認真講法，開設個無信息，一下人客談起來，知道當有價設計特色，無做太麻累，看起來動心嘅一記，接上有人留到其他好多啊。行過幾名更好嘅瞬間，第7個無上嘅世界導航，享受點錢，什麼無老幾大方，廖文強會用7個嘅松鼠創造出幸福嘅自己。